哪会煞锁呢？这是什么所在呢？哎呀！公主啊，这用按落门。小兄弟啊，你敢是顶一摆提伞来救援的呢？那呢，你是崔彦伦的二囝，啊，崔彦伦怎走倒嘞？啊，你若袂讲话啊？我唔知啦。不，小兄弟，莫我锁嘞，莫啊，小兄弟啊！哎呀，哪安尼呢？啊，我想着啊，迄一天我甲玉小弟讲话，看到崔彦伦，那安尼讲起来，我唔同意崔彦伦掠倒转来软禁咯。哎，无啊，我想我一寡物件哪会煞无去啊？是家君王，想起玉小心多恨，大大背心妇的婚姻，东风火照面对面，试看心路是何人。客妹啊，管家王宝来啊！来啊！参见崔大爷。王宝，哈，文儿敢无详细甲你讲实？小公主应该讲起真详细咯。既然真详细，安怎还阁对我这样的称呼呢？该他称呼朱公主。安尼唔则对。是。王宝，你这样阵就爱随我告在个请客串，我照有吩咐你安尼去做。你唔通甲我露出破绽，你若甲我粗心大意，小心你这样狗头。是。停！官府竟然将宴婚当作是偷摕皇宫宝物的废材，这分明是有人挑故意要陷害伊的。既然官府要枪拉宴婚，一定是人证物证齐全。以宴婚的个性，伊绝对袂亲身去声援。其实，假使伊若是去，嘛无人会相信伊所讲的话。看起来，会当替宴婚声援的，只有我一个人。叩见皇上。皇上讲叫恁起来。小兄。大哥，你到底是走去倒位去？害阮着急班仔四界找你拢无。皇上迷失路啦！伊啊，正拄好去撞着我王宝，当时皇上规身躯拢发烧的，我赶紧请大夫来看病。病虽然是即马是好啊，伊也毋过若后也搁咧疼。大夫咧交代啦，讲皇上若较卖落，也话较减讲淡薄啊，休几工病就好啊。皇上，臣护驾不周，请皇上恕罪。皇上啊，老臣命父母，搁去请一名较高明的大夫，通我来甲你看。唔免咯。
去都从讲的就好，啊是安怎就安尼比？我拄啊，敢是甲你讲，皇上哪有咧听啦？皇上要困啊，你大家莫吵伊吼。嫂妹啊，你赶紧来甲皇上贺面前嘛，哈。罗总兵，老太师，你带一寡人去百寿店的这个附近食，预防李成也甲崔艳云因遐个人唔通回来搅扰皇上。是。啊，姓王的这颗老的吼，我看到实在有够讨厌的。等伊熟悉皇上，不过嘛一两天啊尔。好啊，都比阮这个皇亲国戚搁较亲啦。啊，比你这个老臣吼，啊搁较有势啦。啊，规工家甜条条。你是讲起来嘛奇怪，迄皇上在破病，应该爱叫管姑娘你去家照顾，安尼嘛才对。啊唔啦，啊，都互迄颗老的规工家甜条条，我实在想好啊啦，皇上量体欠安，当然嘛会甲平常时啊较无共款。你嘛安尼减讲几句啊？阮姑娘，你找我来有啥物代志？舅爷，你有感觉无？皇上突然间变了。变啊！这我是无感觉。公主以前嘛时常毋准讲我伫伊的身躯边甲伊伺候，甚至连伊老太师，伊嘛是共阮时常伫咧闪避伊啊。舅爷，恁君臣的水莲，君义亲，玉箫曲甲伊是心的连心。伊突然记我千里外输出的诱因啊，我意如情。阮姑娘，你不必多疑，也只为个皇上啊。上年轻哦，心性不稳，思想情。今日的看言多真情，用你来冲淡啊，阮的笑声。伊突然失踪，思可疑，做牛的好事啊，死无认皇上的好友啊，有人性，归来归来，阮的心嘛惊，归来快心惊哦。关姑娘，你尽管放心啊，你甲皇上的家己也一定得要到，你一定会甲伊自己保重。而且，你若安尼忧虑生病，万一若是误了大事，要安怎？周将军，有一顶可疑的叫进清回川。哦，马家，有来到队什么人？
你毋知有人熟悉一位叫做关玉箫的姑娘无？我就是关玉箫。果然你生做花容月貌，莫怪伊会遐尔啊痴迷。结姑娘，今日的青溪川非比往昔，请就此回转。要毋过，我有真重要的代志，今仔日我一定要面奏圣上。王宝，你安尼是咧创啥物呢？皇上惊风啦，叫我甲念一个布梨啊。是啥物代志？皇上，有一位老主特先知，伊想要求见。是。是为什么要见皇上呢？臣妾叩见五皇万岁万万岁，平身。谢万岁。皇上，臣妾有机密大事，想要单独奏明。准你走来。先告退。就是有啥物代志，你尽管奏明，聆听。是，皇上，有人伫安徽顺府衙门诬告崔艳芬是偷摕皇宫宝物的废材。事实上，伊是冤枉的，遐宝物并毋是偷摕，遐宝物乃是先皇赐予伊的母亲的。我早就要知影我自己的身世，先儿总毋肯甲我讲。今仔日拄好我利用无偿自首这个好机会，问明就我自己的身世。请皇上下旨赦免崔艳芬的罪名。你将往事详细讲来。是，臣妾本是先皇的嫔妃，甲崔艳芬的母亲情同姊妹。贤妻妹妹把情言，西宫多留伤心边。
催病。你要创啥？假使若无你，皇上一定会封我做皇后，我会将你还未自皇太子生出来进前，将你杀死。你就大胆！哈哈哈哈！你的靠山，就是迄个偏心的皇上。啊，毋过，伊即摆已经被俘出宫去塞外佚佗了。御林军的统领，也就是我的新爸。我认所后一身的好武艺，要杀你这软弱女子，对我来讲是真简单的。唔惊款款的，咱紧来逃走。是安怎呢？现在杨贵妃老兵，甲伊阿兄已经掌握边关，而且这个将来全部是因的人。你若是唔紧逃走，比甲你巴肚内的囡仔全部会死在因的手中。我就惊，先惊！我嘛无讲你，我会保护你逃走。先惊！咱已经逃出虎口，多谢你。咱两个感情都亲像亲戚袂同款，讲啥物多谢。也毋过，以后你是要安怎拍算？我要去金凤岭投靠我的仪表。这家大人生的珠宝，拢是皇上赐予我的。我甲我巴肚内的囡仔，一世人拢用袂了。那安尼想我就放心啊。我打算要来罗山花田岭找我的师傅。那安尼生，咱就要在这个所在分手。先去。
上，臣妾讲出这段往事，并无别项的要求，只希望皇上你会当赦免崔恩魂的罪名。那安尼，娘妃，真是娘妃亲生的吗？毋是，娘妃的老爸心怀不轨，先皇将娘妃赐死，皇上乃是张太后的亲生囝。好，朕答应你，要紧。多谢万岁，臣妾告退。祖先，好佳在你毋是娘妃的囝儿，若无，我崔燕文绝对无放你的干休。大哥，大哥，要笑吗？